依然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1985年的西门町比即阵搁较热烈，一寡做乌的啦，做偏门的啦，即摆是拢伫网咖遐啦。毋过较早西门町遮嘛是不离啊济。代志呢是发生伫一个叫做开封大旅社。11月6號下晡2點左右，40通歲羅添丁，伊帶一個30幾歲查某呢來開房間。因為羅添丁定定來，伊摕着鎖匙照溜掠就去甲2樓這個107號房。差不多點外前久迄個查某呢手掼一卡紙袋一個人就離開着這個旅社。羅添丁呢煞規暝攏無出來。講叫查某家己佇旅社過暝，這毋是啥物新聞。毋過羅添丁伊咧花中市場賣水果，嘛無講住偌遠啊，無可能講爽了閣無咧轉厝。旅社頭家呢，陳雪主伊就叫這個工作人員去甲叫一下，叫伊好來轉啦。結果一個門拍開，羅添丁死佇眠床頂，而且規粒頭無去。陳雪主緊來報警，閣通知伊個結拜小妹。因為羅添丁呢，就是這個結拜小妹阿兄。警察呢按照現場留落來一個藍色的青拖啊，閣有屍體各種這個架槍肯定講死者有影就是羅添丁啦。嘛甲伊叫伊個囝呢叫來臨屍。看伊個頷頸呢是去互這個足力的刀撩開，枕頭甲被單講沾着一寡血跡，無講介濟。這個兇手應該是賣互這個血安尼四界轉，伊咧掛這個人頭的時陣，專工用枕頭甲伊釘掉掉。雖講手段是真粗殘，毋過現場無這個打鬥的痕跡。羅添丁呢是燙甲光光光，而且的確是有開過查某的款。哪會查某開甲性命無去咧？根據市場隔壁檔的講法講羅添丁因某咧高雄食頭路，羅添丁帶一個囝住佇台北，嘛是因為無聊才會來開查某。講這本來足故意的羅添丁，毋知啥物原因啦，前一陣開始會曉安尼西裝打扮啦，佮穿新衫佇遐等。講伊找着一個29歲幼齒要來報一個，結果報一個人頭去互報去。身軀頂應該有3萬塊的現金，甲2張30萬的支票，聽講嘛攏無去。照安尼甲聽起來這個兇手一定就是甲羅添丁開房間迄個查某。毋過伊到底是啥？是為着啥物原因來殺羅添丁，佮甲人頭掛落來？就算講刀有較利啦，要掛人頭，迄嘛毋是一個簡單代志呢？安尼伊敢有強犯？這是戰後呢頭一層無頭命案，警察們當然是足認真咧看待啦。趕緊呢就去下港找羅添丁因某，叫做姚百合。伊講迄羅添丁在生的時陣，有一個叫阿英的女朋友，是20多年前的女朋友，已經分手足久啊。毋過還是定定會接到伊卡的電話，講是甲這個羅添丁有金錢的糾紛啦。警察呢就按照這個姚百合的證詞，開始來找這個阿英啊。結果講阿英毋敢見這個警察，佮叫厝內人甲警察騙。警察本地就是講這個阿英一定是兇手，畏罪啦，才會來毋敢見警察。尾真正找到這個阿英，才知影講伊就是烏白叫做開這個巴拉票啦，才去互通緝，才會毋敢見警察。而且呢，這個兇手若是阿英迄甲隔壁檔迄證詞就定答，因為羅添丁就講伊去找到一個啥物29歲幼齒新的查某毋敢歡喜安尼。若是講阿英迄是絕對無可能啦。警察這邊呢就甲阿英請倒轉去，繼續來調查羅添丁伊個交友的狀況。知影着講伊原來去買着迄款做烏的，像啥物掠靈查某，就是馬殺雞啦，閣有這個甲這個利用院的小姐，安尼手牽手高高甜食豆腐。
私生活是足复杂。警察就想讲，有可能是凶手假做小姐，甲处我来，实际上就是来谋财害命啦。毋过这嘛无法度解释是安怎就喺大费周章，甲伊个人头扑落来。差不多咧案发10天后一钓鱼的来报警，讲伊咧桃园石门水库后壁，个大汉溪看到一个人头，经过鉴定，确实是罗添丁的头。原来这一切是一个死亡的陷阱，个人头无去，敢若是为着要影响个警方的办案。凶手犯事早就趁这个警察咧追人头的时阵唔知影米到倒位去虽然讲警察用足济资源来调查这个罗添丁无头命案，尾呢嘛找到人头，规个西门町的这个理容院菜店鸟仔经找个透透透，嘛找人咧来互这个服务生佮有这个李社的头家来指认，不过呢拢是找无人。敢若讲有一个姓林的查某，讲伊爱看迄个台人的推理小说亲像迄个改编着这个松本清张这个杀之器翕的这个电影，听讲这个查某就看几若届。因为伊甲这个发现人头这个大汉溪这个所在有较一寡地缘的关系，佮有一寡线索的整理了，警察想讲，这姓林的查某有可能是凶手。毋过呢，这嘛有可能是迄个时代的偏见啦。若准讲爱看推理小说就会去杀人，安尼各位观众朋友拢有可能是稳重的凶手呢。开封大理社即马原来是旅馆，毋知听众朋友恁敢有人住过2楼107号房呢？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到语言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咱毋知是安怎警着这个案件拢甲理社有关系啦。即马讲到这个开封大理社，其实伊在1985年嘛，差不多迄个年代足侪理社内底命案会发生，拢是即马咧看真正足血青啦，甲人头扑落来安尼。毋过这个。伊甲人头扑来，毋过伫理社内底安尼，其实伊要甲即个咱讲线索啦，是讲即个货架啦、指模啦，爱甲清去。伫即个时代是有影足困难。伫迄个时代因为咱监视即个工课即马科技拢无共款啦，所以讲即个年代应该是无人会遮戆啦会伫咧理社内底做即个代志。今日呢共款咪请一个来宾，即个来宾呢，我毋知影。顶届理社嘛是请一个甲迄落敢若甲理社有关系，即摆也是甲理社有关系，就是咱请一个叫做 AV 男优啦，叫做18招你好。嗨，大家好，我是18招。18招，你敢有伫理社拍过片啊？有哦，我就知，足侪届啊，嘛是伫咧西门町诶。是敢有去开封大理社无啦？那边哪有可能？你咧看这案件的时阵，你的想法是啥？1985年你敢出世啊？已经出世啊！我当时应该是3岁，到差不多。我迄阵还未出世，我是1986年出世的。减一档安尼。你看这案件，你有啥物想法？我想讲，这个查某实在是足厉害的，因为根据迄个柜台讲的就是伊是一个较身躯较细汉的一个查某人但是伊敢有气来，互迄个人的头给扑落来。我想讲这是就因为你知影要甲一个人的头扑，我毋知影，我无爱知影，我哪会知影？要甲一个人的头，因为我有伫咧煮菜。你会煮食？对，我会煮食。你处理过上大粒的头是啥样头？我无处理过头，我只有倒迄落猪的排骨尔。猪排。对但是迄就已经足困难的对但是我是一个查甫人，一个
一般的查甫人安尼，但是我的开达就已经就歹处理的，但是一个查某人，其实嘛，毋知是安怎吼，录即集的时阵，我拄好昨昏去食羊头，就遮尔啊拄好呢，昨昏就向朋友烧酒去食一个乌鲁木齐先生伊个煮的羊头安尼，就看到迄粒头，其实就小看毋敢食，其实人就是安尼，看到迄个头，无看到目睭啦，毋过看到迄个头就毋敢食，毋过伊甲头迄个肉拆掉了。食起来其实就差不多，甲人啊猪头皮啦、乌白切款猪肉，其实差不多。头骨肉对无？嘿，所以讲伊咧处理这个人头，咱无想着用煮的啊。想袂到吧？想袂到，我要对羊头讲啊煮人头这件代志吧？我个会记得，好像伫咧香港有一个案件，就是安尼。对啊，我就是咧讲这啊。就甲迄查某的人头摕来煮啊，伊其实就是想着讲，若煮掉，咱讲莫讲食啦，你着个煮掉，要处理嘛较好处理，饲狗饲猪啥的。对无？对，安尼敢是较巧。咱我毋是咧教你要安怎犯罪吼，你莫囡仔人莫学白学安尼。其实你讲的嘛对啦，有咧煮食的人就知影讲吼，一个人爱处理，其实迄你就是处理迄猪的尸体、鸡的尸体嘛。对无？鱼的尸体嘛，对。你咧处理迄细项尸体的时阵，用到就是大粒甲细粒干嘛，对无？真正是，何况是一个人的头安尼。对。系啊，你感觉着这个查某除了这较恐怖、较厉害之外，佫有啥物感觉？其实我感觉伫因为西门町的女性吼，你就熟的。小可熟，小可，因为我伫咧。对我嗰是学生的时阵吼，我嗰是大学生的时阵，定伫咧西门町遐看电影，看电影看了的时阵，拢同嘛是暗时啊，11点，对啊。迄当阵行伫咧路来的时阵，就有真济山七啦，迄个年代咧西门町遐阁有啦，对，要找小姐无安尼？有啊，即摆拢咧迄个网咖迄边啊啦。迄当阵我拢讲无爱，我要找查甫。但是，定我有想一个代志，就是我若是讲好。会安怎？伊就会带你去一个房间啊，看你要倒一款型啊，互你拣啊。佫会当拣？会拣的啊，看你的介绍，看你在做即道的，你拣的你毋是即道的，你是有熟悉即道的啦，毋是做即道。伊迄会当拣的啊，伊讲你若要拣大学生，介绍就较悬啊。伊是带人来房间内面互你拣是无？带人来房间拣你若无爱伫，你就好车马费互伊安尼。讲迄有都拍钱费啦。对不对？200块、500块我无爱讲换一个安尼。你若是直拍墙，做歹按来，你就赶出去。你是来遮娶某的吼，你是来遮拣某的啊。其实因做迄拢会感觉讲，其实就是因为伊已经惯势啊，就是想讲吼，就是咱就是15分钟。30分钟，就代志就做了啊！做了就准拄煞，就毋是咧拣某讲，就下袂下，你就看咧，迄形差不多，电火甲关起来，你就拢是共款，拢共款啊！差不多紧甲迄个生理需求处理你诶，就拜拜安尼。因拢是安尼咧想啦，其实拢是安尼。原来因为要袂出家进前嘛，是咧西门町行大诶人。你家人放学了，就坐火车嘛，火车就转一个捷运，就到西门町，就去洗闹诶四界看。毋过我迄个年代已经无即落咱讲37啊啦，即落咧皮条课已经无这啊。因拢走到网咖迄边去。你即摆若去网咖，差不多到7、8点左右开始，就有足侪人会开始甲你问讲，要找小姐无？要找小姐无？要耍一个无？要来唱歌无？要食饭无？安尼。有，即摆有，我知影。而且迄天我看到一个乌仔送，就差不多50、60桶货安尼。就一个
伊就看到查甫甲经过，就随啊甲问，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讲，这乌仔桑伊若讲因敢有即个囝儿逝世，敢有查某囝还是查甫囝安尼，伊敢有生囝？啊，伊若有生囝的时阵，伊个囡仔若是想到因妈妈咧做这，毋知啥物款的想法，啊，佮颠倒头讲想讲，啊，嘛有可能因规家伙拢咧做这，对无？你着看着，因为我较有即个感觉，就是讲看着一个咱讲查某人伫路里做即个37啊，甲查甫其实是无共款的感觉呢。对，伊迄都毋是老苍头，迄嘛毋是真正的啥物经纪人，无伊就是37啊咧救人客迄款。对，伊头一届，我就是想讲，伊头一届救人客的时阵，敢会皮喘，敢会想讲就避暑，敢会安怎拄安怎？我就直替伊咧想，就奇怪一个社会观察。我嘛直咧想讲吼，咧台湾吼，咧拍 AV 吼，做男优即个件代志，因为我有熟悉AV 女优的经纪人嘛，就 CEO 嘛，甲咱上节目。毋过我较无拄着即个男优，我都定定讲女优食饭诶，毋知安怎拄。后一集吼，就请即个18招吼，继续来咱讲一寡台湾吼咧拍 AV 啊吼，佮即个敢有可能会当拍台语的 AV 诶？咱继续过来开讲吼。咱遮吼是宜兰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咱是受到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补助的一个节目。咱后一届空中再会。这是重大历史嫌疑案件调查办公室，简称疑案办。咱用各种嫌疑案件记录世界历史，记录台湾大大小小案件。后届咱继续空中相会。